主后2024年12月22日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声，咱来听读圣经《路加福音》第2章25节到32节。迄时，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，名叫做西面。这人义果敬虔，一直伫期待以色列的复兴。圣神有甲伊同在。伊得到圣神的启示，知影伊死以前一定会看到主所应允的基督。伊互圣神感动入去圣殿。伫迄时，耶稣的爸母抱婴仔耶稣入来，要照律法的惯例，甲伊举行仪式。西面用双手抱婴仔，称赞上帝讲：“主啊，当照你的话，互你的仆人平平安安离开世间，因为我已经有亲目看到你的拯救，就是你为万民所准备的，以做启示外邦人的光，做你的子民以色列的荣光。”弟兄姊大家平安，圣诞恭喜！讲到圣诞节，大家想到的拢是欢欢喜喜、真欢乐，有真侪真水的圣诞布置，有互人真期待圣诞礼物，嘛有一个叫做圣诞老人的传奇人物。伫几啊年前，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的笑话讲，有一个身穿红衫、戴红帽仔，阁留一大把喙鬚白白的人是啥物人？大部分人拢讲迄是圣诞老公公，嘛有真少数的人讲迄是周星驰电影中间的鳌拜，嘛有人讲是阿里山的五凤。其实，因的穿插打扮有一点仔类似，只是圣诞老公公是全世界上界有名，也用要取代婴仔耶稣，成做圣诞的主角。咱若要还原耶稣圣诞的日期甲圣诞故事，其实真困难，也无啥必要，因为根据圣经在讲耶稣出世相关的记载，伫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都有两个，甲路加福音都有两个各自独立无共款的版本，也有类似相关的记述，毋过也拢是各自独立的记载，而且若耶稣出世伫12月也无介合理，因为犹太的伯利恒12月真寒冷，按理讲，饲养仔人袂将因的羊留踮伫野外，搁伫遐过暝顾羊。伫传统上，天主教会甲基督教会定12月25日，是将古代太阳神阿波罗的生日转化成做庆祝耶稣的圣诞。若是东方正教，圣诞节是定伫1月初7。圣诞老人上早的形象甲故事，也是对东方正教流传落来。当然，也有真少数的基督徒因为袂当确定耶稣的生日，所以因无咧过传统的圣诞节。其实，圣诞节是倒一天，并毋是遐尼重要。较重要的是，主耶稣确实有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也成做咱的救主这个事实，而且咱也真少会用12月25日来做圣诞节
通常咱拢是定上午12月25日前后的主日来做圣诞庆祝礼拜。今年圣诞主日，甲咱做伙来思考，西面得到安慰。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，耶稣出世第8日，约瑟照天使的吩咐，甲这个婴仔号名叫做耶稣，也照因传统的诫命规例，甲耶稣行割礼，互伊也成做上帝的子民。搁到出世40日以后，就是产妇洁净的日期满。约瑟带玛利亚去耶路撒冷圣殿献洁净礼，嘛抱婴仔耶稣去互一个老大人，也是列比，甲即个婴仔做祝福。这段故事就是发生伫即个场景。2021年12月16日，台湾教育公报社教育公报有一篇画中有道西面上一生的听候，在介绍荷兰画家林布兰的学生阿尔特的作品《西面上》，咱通去网络来找这篇做参考。西面住伫耶路撒冷，伊有可能是一名犹太人的列比，也就是经学教师，而且伊是一个得过望重的老先生。真侪人捌伊，所以圣经嘛有记载伊的名。圣经讲伊义搁敬虔，义人伫圣经中是咧指行做正直、遵趁上主律法的人。伊的一生上界期待的代志，就是仰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也就是主的基督。现代台语圣经直译是期待以色列的复兴，而且伊是一个有圣神甲伊同在的人。伊抱婴仔耶稣，甲即个家庭做祝福，这也真类似咱台湾古早查某囡仔要出嫁，会找一个好命婆来为新娘讲一寡好话，差不多类似的即个用意。这段西面甲婴仔耶稣的奇妙圣诞对句，对咱有甚物款的教示？第一，你讲食到老，犹原义搁敬虔。老人食到老上惊就是满脸凄凉，满节不保。老伫咱的文化用语有正面甲负面的意思。伫负面意思有老安怎，像讲老毛病、老枵精、老狐狸、老固执、老孤僻等等，这个负面词。以前台湾万年国会的国代也有人骂做是老贼。人生会当活到老、食到老，讲起来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。圣经箴言也教咱爱尊敬老人，总是要诚做会当互人尊敬、可敬、可爱的老人，是无介简单的代志。西面并毋是因为伊年老，佫是一个社会地位受人敬重的列比兼教师，得受人尊敬，是因为伊虽然到老犹原义佫敬虔。伊知影持守正直、良善、公义等等上帝律法的教示，而且伊也袂食到老，袂老食到老，佫活老骄傲，爱人甲伊尊敬甲抱塔，反倒当伊是会晓敬畏上主，会晓尊主做大。这对一个老大人来讲是非常无容易的代志。老人总会认为讲家己的人生经历、经验过的代志真多，也看过真侪大风大影，好事歹事真侪，所以就会那偏执
固执爱民主，搁老人囡仔性，也有时阵将见效当作是阳光。当然，老化的现象甲影响，也毋简单是肉体的机能变歹变弱，精神甲心灵也有可能会出问题甲状况。做事也求主保守咱，亲像年老的生命，伫咧面对将近死亡衰败的中间，伊犹原继续诚做义搁敬虔的人。第二，保持对上主应允的愿望。老人容易因为失望、心灰意冷，就变做绝望了后就冷淡。总是生命虽然年老，犹原心存期待甲愿望，因为伊对上帝应允一直保持信心甲耐心。伊也相信上帝所应允的弥赛亚基督救赎主一定会降临，带予以色列复兴重新得到阳光。我就讲，愿望袂直到见效，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，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。罗马书5章5节，伫世间有真侪的阻碍甲牵绊，总是希伯来书12章第2节教咱，着自信看耶稣，伊是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。伊为着排伫头前的喜乐，无视凌辱，忍受十字架苦难，现在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正边。主耶稣是上帝的圣子，道成肉体来到世间。这并毋是伊来世间要享受上界好、上界大的荣华富贵甲权势，伊是取奴仆的形象，也为咱受苦受难，搁受出卖、侮辱，受钉死伫十字架顶。若无十字架的苦难，就无对死搁活的阳光。这就是咱做基督徒一生到老到死所着持守的愿望，甲上帝应允。自神看耶稣基督，这就是咱愿望的秘诀。最后伫遮咧讲，未死以前得到安慰。老人代表的是日落西山，将近行到世间生命的终点；若是婴仔代表的是一个新生命甲未来的愿望。咱有看袂少做阿公妈的抱孙，也是做阿祖的，看到家己的囡仔孙即个心境，迄款的欢喜甲快乐，这甲做人爸母咧抱囝的欢喜，阁是无啥共的。做爸母的抱囝是快乐，若是阿公妈除了欢喜的快乐以外，还阁有加上满足甲安慰。毋过，生命抱着婴仔耶稣，是超过得抱孙也是囡仔孙的欢喜、满足甲安慰，因为伊有得到圣神的充满，得知上帝应允已经得到实现，也看见上帝奇妙的恩典的福气已经成就，所以伊有迄个无法度用言语形容的大欢喜、大满足甲大安慰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伫劝勉甲安慰遐伫信仰中受迫害苦楚的基督信徒讲，旧约的信心英雄讲，这人通过因的信，拢有得到上帝认定接纳，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，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，伊的旨意是爱咱遮的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，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。希伯来书11章39、40节。
这个具有信心会影响因在生时，并无看见耶稣的出世甲救赎，甚至因也未少受迫害为也顺道。毋过因为因相信，所以受上帝接纳。若是咱活伫基督降临救恩的时代，咱是比因搁较有福气的人。总是咱也着爱诚做一个有信的人，安尼才会当持续到落尾，得到完全的救赎。信耶稣只是亲像咱出入一张天国的入门票，总是咱若无珍惜甲即张门票等歇煞，也是敢若摕到门票毋肯入天国的大门，那呢到落尾，咱也甲天国相出路无分。主耶稣伊就是天国的道路、真理甲活命。通过主的道路、真理甲活命，咱也有看到主即个大的安慰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，感谢你来到即个世间，成做阮的救主。你用婴仔的形象来出世，也经历一个完整的人的一生，对出世到死亡，也上时阵你对死，搁我诚侪得胜的救主，互阮也当倚靠你来赢过死亡甲罪恶。阮也感谢主，你也借着圣神甲阮同在，互阮知阮所信所仰望的是确实的，也是有将来天国的愿望。阮嘛伫你的面前，也为着即个苦难的世界祈祷，互阮看见主你是苦难中的救主，你也是得胜的主，也阮信靠主你对世间的热力，到伫落尾也拢要得到主你的拯救。阮献上祈祷，感谢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